国民小学台语教材第11册第3课：电脑会晓剪图豆。阿关，你看电视广告，电脑嘛会晓剪图豆哦。是啊，电脑会晓做真侪代志。阮老师拢用电脑来咧上课呢。电脑遮尔方便哦，真侪人会用电脑来拍字、画图、算数、买物件。那安尼，我有一项代志，想要请电脑斗相共。什么代志？你毋是讲电脑真敖、真巧，敢会使叫伊甲我掠零一个？这阿嬷，我来就好。练习电子字典、电动车、录音笔、手机仔、电脑、平板电脑、翕相机、摄影机、投影机、影印机、机器人。我想要去看会当上网查资料的电脑。我的手机仔歹去啊，想要买一支新的。今仔日翕相机有拍折，等下咱去看卖咧。咱去看卖咧。我想要去看即马上时行的平板电脑。请问广告单上界的摄影机放伫倒位？要未猜，讲伊是人，毋是人，免食免困，真骨力。叫伊往西，袂往东。现代科技伊上红。要一种科技产品，机器人。